我哋睇翻場法國對瑞典嘅賽事，呢場波咧可以話係強弱懸殊、格局分明嘅賽事啊！法國呢邊咧就面面俱圓、無懈可擊嘅三條戰線咧非常之均衡啊，都可以話係進可攻退可守啊！前場有迪比利啦，有麥巴比啦，呢啲世界級嘅球星。中後場咧都係穩如泰山嘅，而後備席咧更加係深不見底啊！即係成班後備咧基本上都係5大聯賽嘅常規主力嚟嘅，所以呢套陣容真係無人能出其右啊！北歐球隊向來都係身壯力健啦，擅長身體對抗啦，瑞典亦都係如此啊！但係高大得嚟咧，個速率就比較慢啦。雖然前場都有伊薩克啦，有基約基里斯啦呢啲球星，但係後防線嘅質素就真係不敢恭維啦。面對上法國嘅幾台超跑啊，我相信佢哋嘅防線都真係幾難頂㗎。以目前雙方嘅班底嚟睇咧，我認為瑞典咧係好難喺法國身上揾到咩着數嘅。今晚我就睇法國可以展翅鴻飛，而瑞典咧就只能做個報警版啦。